今日係2025年6月10號，標準普爾500指數6月9號收盤6005.88，升0.09%。最新科技股新聞，日預測呢個新 ETF 可能係投資人工智能革命嘅最佳方法。人工智能 AI 股票舊年帶動市場上漲，而呢一個唔單止適用於以科技為主嘅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就連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都受到人工智能嘅提振，因為英偉達喺指數中錄得最大嘅漲幅，人工智能晶片領先者飆升超過170%。而戴姆庫克嘅液體玻璃揭露係酷嘅埃隆馬斯克話，蘋果嘅新軟件設計對其他人嚟講係一個成功定係一個錯過。特斯拉 TSLA 蘋果公司喺 iOS 26嘅 AAPL 大膽嘅新液體玻璃設計，引起咗特斯拉公司嘅讚賞。TSLA 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但係好多粉絲包括投資者羅斯格伯都覺得呢個係向錯誤嘅方向邁出嘅一步。星期一喺蘋果2025年世界大戰主題演講期間，蘋果推出咗液體玻璃。高度評價嘅投資者律師羅森鼓勵雙核控股公司投資者喺證券集體訴訟嘅重要截止日期前獲得律師 DV 雙核控股 DV。紐約2025年6月9號，環球新聞網點解羅森律師事務所一間全球投資者權益律師事務所提醒買家喺2023年11月10號至2025年2月27日期間，包括2023年11月10號至2025年2月27日期間重要期間7月1日嘅普通股，4 KLTO、AMD、MSTR、CRCL、TSLA 今日5隻趨勢股先進微型裝置 AMD。美股今日經歷咗一個混亂嘅時段，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冇變，報42,761.76，標普500指數升近0.1%，報65.88。OpenAI 年化收入飆升超過100億美元 ，ChatGPT 使用量創下紀錄，令競爭對手好似亞馬遜支持嘅人類背後字母表 GOOG、亞馬遜通 AMZN。最新國際新聞：一、關稅壓力產生結果，因為北京重新進行貿易談判。中國同美國喺關稅政策爭議咗幾個月之後，恢復咗貿易討論。雖然兩國仍然存在分歧，但係喺緊張局勢重新升級之後，兩國都喺度尋求解決方案。北京重新進行貿易談判時，關稅壓力產生結果首先出現喺美國觀眾報、美國新聞與政治。二、旅遊禁令政策大修。喺6月9號，美國恢復咗對12個國家嘅旅行禁令，唔係因為意識形態閃光，而係因為可能度嘅風險、失敗嘅審查、恐怖主義關係同埋生物識別失敗，呼籲伊朗、阿富汗、敘利亞同索馬里等國家實施新政策。呢個貼指旅遊禁令政策大修首先出現喺美國觀眾、美國新聞同政治。三、第3名中國研究員被指非法將病原體帶入美國。新聞間廣播期刊，新聞間廣播，另一個中國研究員被指控將生物樣本運送到。呢個貼指第3位被指控非法將病原體帶入美國嘅中國研究員首次出現喺 Internewscast Journal。四、我喺華盛頓嘅世界驕傲遊行見到嘅10件事。華盛頓特區係星期6嘅世界驕傲遊行嘅主辦國，以下係我喺報道嗰陣見證嘅一啲人同事。我喺華盛頓世界驕傲遊行見到嘅10件事，首先出現喺每日信號。5、中國關鍵戰略挑戰特朗普。新聞間廣播期刊，新聞間廣播，美國同中國之間嘅貿易談判將會延長。中國嘅關鍵戰略挑戰特朗普首次出現喺 Internewscast Journal。新聞報道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